大多数人相信，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顽固的腹部脂肪以及持续的关节发炎，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岁月的代价，是必须忍受而非能够矫正的事。但如果这个观念正悄悄地阻碍凝重或多年未曾感受过的强健、轻盈与身体稳定感呢？我要分享的不是奇迹，不是一时的流行，也不是复杂的疗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每天只需持续摄取5公克正确的化合物，不需要剧烈的饮食改变，不需要折磨人的锻炼，也不需要极端的补给品。然而在几周内，显著的变化就会开始发生。发炎症状平息，身体不再紧抓住脂肪不放，肌肉也终于开始对刺激产生反应，特别是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已经错过改善机会的50岁或60岁以上的长辈们。这之所以有效，与意志力无关，而是完全基于生物学原理。随着我们变老，真正的敌人不是食物或运动，而是慢性发炎。它悄悄地阻碍肌肉修复，减缓新陈代谢，并对身体发出储存脂肪而非燃烧脂肪的讯号。当发炎反应首先被降低时，身体不需要被强迫改变，它会开始自然修复。今天我们将探讨5种经过仔细研究的化合物，每一种都同样采用适度的5公克剂量。研究显示，这能降低发炎并恢复身体重建力量、燃烧脂肪和有效恢复的能力。我们将从温和的辅助选项一路介绍到有数十年科学知识对银发族最安全且强效的选择。请跟住我看下去，因为了解这些成分的运作原理，可能会彻底改变您对老化的看法，以及您对身体潜能的信念。在我们进入清单之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因为这里不仅仅是分享影片，更是一个由试图让自己感觉更好、更强壮、更能掌控健康的人们所组成的真实社群。请问您今年几岁？您是在哪里收看这段内容的呢？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年龄和所在的城市。我每天都会阅读这些留言，看到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人为了相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真的让人感到充满力量。现在让我们切入正题。从第5名开始，甲基硫烯基甲烷，简称 MSM， 这是大多数长辈容易忽略的沉默发炎镇静剂。MS 是一种含硫化合物，它不会大声张扬，而是在幕后稳定的运作。大多数人认为发炎只是关节疼痛或僵硬，但在60岁之后，发炎会变成更深层、更具系统性的问题。它会使结的组织变硬，减缓肌肉恢复，刺激肠道黏膜，并日复一日悄悄地消耗能量。MSM 就在这个深层次上发挥作用。硫是维持健康关节、肌腱、皮肤和肌肉所必需的元素。然而，现代饮食所提供的硫远比过去少。ISA 提供生物利用率高的硫，身体利用它来重建胶原蛋白结构，并平息发炎讯号。不要把它想成止痛药，而是一种组织支持化合物。它帮助您的身体停止对正常活动产生过度反应。当每天持续摄取约5公克时，许多人会发现晨起的僵硬感首先消退，动作感觉更顺畅。那种起床时彷佛身体生锈的感觉变软化了。这不是因为MSM麻痹了疼痛，而是它减少了在原始触发因素消失后仍让关节保持受刺激状态的发炎性质。另一个被忽视的好处是细胞通透性。MSM 帮助营养素更有效地进入细胞，并让代谢废物排出。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长辈报告说，在最初几周内感觉身体变轻、腹胀减少且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当发炎下降时，消化功能通常也会改善，特别是对于那些同时感到僵硬和行动迟缓的人。还吃胶原蛋白和角蛋白的生成，这解释了为什么改善通常不仅出现在关节，还出现在皮肤质地、指甲和头发强度上。6岁以后，这些组织自然会变薄变弱。MSM 不会逆转老化，但它会减缓因发炎而加速的崩解。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MSS 通常在早晨空腹时混合水服用，搭配维生素 C 可以提高吸收率并支持胶原蛋白。如果您是初次尝试，第1周从半量开始可以帮助避免轻微的消化不适。重要提醒 ：AAA 不是兴奋剂，不是荷尔蒙，也不是捷径，它循序渐进、安静且类基地运作。它不强迫改变，而是创造一个更平静的内部环境，让疗愈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MSM 获得第5名的原因。它很有帮助，是基础。但接下来要介绍的成分不仅能平息发炎，还能在您睡觉时重建您的身体。第4名，甘氨酸，这是趁您睡眠时运作的夜间修复工。现在我们来到第4名，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起初感觉并不强烈。甘氨酸是一种简单的氨基酸，天然存在于大骨汤和富含胶原蛋白的肉类部位中。但当以正确的剂量、有意识的使用时，它就成为老化身体最有效的夜间修复工具之一。6岁以后，身体在睡眠期间的恢复能力下降。您可能睡了同样的时数，但醒来时仍感到未获休息、僵硬或精神昏沉。这是因为深层修复睡眠，也就是组织修复、发炎降低和肌肉重建的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短且更脆弱。甘氨酸直接支持这个阶段。睡前摄取约5公克甘氨酸，透过作为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帮助大脑转换到更平静的状态。简单来说，它告诉神经系统慢下来，让奔腾的思绪安静，让压力和耳蒙缓解。您的身体接收到可以安全进入修复模式的讯号。甘氨酸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它对核心体温的影响。随着我们变老，体温调节变得较无效率，这可能会干扰入睡。甘氨酸透过增加流向四肢、手和脚的血流量，温和地降低核心体温，创造自然的生理条件，以进入更深层的睡眠，而不需要镇静剂。这很重要，因为深层睡眠是生长激素释放的时候。生长激素不仅是为了肌肉，它对组织修复、脂肪代谢和控制发炎都至关重要。当甘氨酸改善深层睡眠时，下游的一切也会随之改善，恢复力、能量、血糖稳定性，甚至认知清晰度。此外，还有代谢方面的好处。研究显示，甘氨酸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度，这意味着您的身体能更有效地处理葡萄糖。这对于那些发现腹部脂肪更容易堆积或能量更长崩溃的长辈来说特别有价值。更好的胰岛素讯号传导支持脂肪减少，而不会给系统带来压力。甘氨酸也是胶原蛋白和谷胱甘肽的建构基石。胶原蛋白支持关节、肌腱和皮肤，谷胱甘肽则是身体的主抗氧化剂，对于减少细胞层面的氧化压力和发炎至关重要。当甘氨酸摄取量低时，这两个系统都会悄悄受损。大多数人在睡前30到60分钟服用
甘氨酸混合温水或花草茶，它带有淡淡的甜味，并且不会导致隔天早晨昏昏欲睡。事实上，许多人报告醒来时思绪更清晰，能量更稳定，因为改善的是睡眠品质，而不仅仅是睡眠时间。甘氨酸不刺激，不强迫，它恢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排名高于 MSM。但下一种成分不仅支持恢复，还直接滋养您的肌肉和新陈代谢。第3名，螺旋藻，这是同时为养肌肉、血液和能量的细胞燃料。来到第3名，事情开始感觉明显不同了，不仅在于您的身体如何恢复，还在于它日复一日的运作方式。螺旋藻常被称为超级食物，但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它。实际上，螺旋藻是研究过营养密度最高的物质之一，对于老化的身体来说，这种密度很重要。随着我们变老，消化变得较无效率，我们吃东西，但不一定吸收得好，肌肉接收到的氨基酸变少，血球在生变慢及使卡路里摄取没有改变，能量也会下降。螺旋藻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在极小的剂量中提供了大量的可用营养。每天5公克螺旋藻提供高生物利用率的蛋白质，重量约占60%到65%，以及铁、维生素 B 群、镁、碘和大多数食物根本不含的独特抗氧化剂。这很重要，因为60岁以后的肌肉维持不仅关乎蛋白质的数量，更关乎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螺旋藻最强大的化合物之一是藻蓝蛋白，这是一种赋予螺旋藻颜色的蓝色色素。藻蓝蛋白已被证实能平息干扰肌肉修复和胰岛素敏感度的发炎讯号路径。当发炎下降时，肌肉对运动的反应更好，脂肪储存讯号也会安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前2周内会注意到一些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能量更稳定，午后崩溃减少，肌肉酸痛减轻，散步或轻度运动时的耐力提高。螺旋藻还支持红血球生成，这改善了对肌肉和大脑的氧气输送。这对于尽管睡眠充足但仍容易感到气喘吁或精神疲劳的长辈来说至关重要。更好的氧合作用意味住在不使用兴奋剂的情况下拥有更好的耐力。此外，还有代谢效应，螺旋藻已被证实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并改善三酸甘油脂平衡，减轻血管压力。但与严厉的干预措施不同，它温和地做到这一点，不会让肝脏或肾脏过度运转。考虑到排毒能力随年龄下降，这是个重要的考量。另一个被忽视的好处是螺旋藻在排毒中的角色。它的叶绿素含量会结合肠道中的某些毒素和重金属，减少身体必须处理的发炎负荷。背景毒素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能量可用于肌肉修复和免疫韧性。大多数人在早晨将螺旋藻混合在水或果昔中服用，最好是空腹，这让营养素能迅速进入循环系统。品质在这里很重要，必须选择有机且经第三方检测的螺旋藻，以避免污染。螺旋藻不强迫改变，它为氧创造改变的系统。现在既然您的身体在细胞层面得到了滋养，下一种化合物就不仅是支持结构，而是重建它。第2名，胶原蛋白胜肽，这是您50岁后每年都在流失的结构重建者。第2名是修复变得可见的地方，不仅是您感觉到的，而是您身体明显反应的。胶原蛋白胜肽不是赶流行，它们是基础，而在50岁之后，它们悄悄成为身体保持强壮能力中最缺失的一块拼图。
大多数人没被告知的真相是，从20多岁中期开始，您的身体每年流失约1%到1.5%的胶原蛋白。当您到了60岁时，这种流失会表现为关节僵硬、恢复变慢、肌腱变弱、皮肤脆弱，以及使运动肌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反应。胶原蛋白不只是皮肤蛋白，它是将肌肉附住在骨骼上，缓冲关节、稳定肌腱并保持节的组的支架。没有足够的胶原蛋白，发炎就会上升，活动变得不舒服，肌肉构建讯号减弱。这就是每天攻克胶原蛋白生态改变局面的地方。与明胶或完整胶原蛋白不同，胶原蛋白生态预先被分解成肠道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氨基酸链，这正是老化消化系统迫切需要的。一旦被吸收，这些生态就像修复讯号一样，告诉身体哪里需要增强。人们通常首先注意到的是关节舒适度，早晨膝盖感觉不那么僵硬，肩膀活动更自由，那些原本以为是老化一部分的小疼痛开始消退。这是因为胶原蛋白生态提供甘氨酸和脯氨酸，这些氨基酸在平息发炎的同时重建软骨和结缔组织，肌肉也会产生反应，但起初是以较安静的方式。胶原蛋白不会像乳清蛋白那样取代肌肉蛋白质，相反地，它强化肌肉纤维周围的框架，使它们能更有效地收缩并更快恢复。这就是为什么胶原蛋白最好搭配轻度活动或阻力运动，它让那些努力更有效，而不是让人筋疲力尽。还有一个大多数人没预料到的代谢效应，胶原蛋白生态会增加饱足感荷尔蒙，帮助稳定食欲并减少不必要的零食摄取。较少的血糖波动意味着肝脏的脂肪储存压力较小，这对处理胰岛素敏感度的老年人尤其重要。皮肤、头发和指甲通常会随之改善，但那些是额外的奖励。真正的价值在于结构完整性。一个感觉被支撑而不是脆弱的身体，会动得更多，恢复得更好，并能更长久地维持独立性。胶原蛋白生态很容易使用，它们可以完全溶解在咖啡、茶或果昔中，没有味道。将它们与维生素 C 及酯来自水果或柠檬水搭配使用，可显著提高胶原蛋白合成，让那攻克的剂量为您发挥更大作用。这不是在追求年轻，而是在恢复韧性。现在在平息发炎、改善睡眠、滋养细胞和重建结构之后，我们来到了一种能放大您目前所做一切的化合物，另一名异水基酸 creatine monohydrate， 这是60岁后重新开启肌肉功能的开关。第一名不仅强大，它具备转化性的力量。尽管有数十年的迷思，异水基酸可能是老年人中最被误解的补给品。事实是，肌酸不是健身房专用的补给品，它是您的肌肉和大脑每天依赖的细胞能量化合物，而其水平会随着年龄稳定下降。当您到了60岁时，大多数人的体内肌酸储存量仅剩最佳状态的60%到70%。这种赤字表现为肌肉无力、更易疲劳、步行速度变慢、平衡感变差，以及即使蛋白质摄取充足，也难以重建肌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觉得他们的身体不再有反应的原因。肌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刺激肌肉，而是恢复细胞层面的能量。当您每天摄取5公克异水基酸时，您的肌肉开始回田磷酸肌酸储存，这是用于站立、爬楼梯、提杂货和防止跌倒的即时能量系统。这个能量系统是随着年龄增长最早衰退的。
当肌肉完全饱和时，通常在7到14天内，关键的事情发生了。您的身体从肌肉分解模式转变为肌肉保存和生长模式。针对老年人的研究显示，肌酸持续增加受肌肉量，改善力量和爆发力，增强平衡步行速度，减少发炎和肌肉损伤，甚至在没有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也能改善恢。但这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部分。肌酸不仅帮助肌肉活动，它帮助肌肉生存。它减少蛋白质分解，同时放大肌肉构建讯号。这意味着即使是轻度的阻力训练也会变得显著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肌酸是少数被证实能逆转肌少症的不归品之一，而肌少症正是夺走独立性的与年龄相关之肌肉流失。不仅如此，您的大脑也依赖肌酸运作。研究显示，补充肌酸的老年人在记忆力、思绪清晰度和抵抗精神疲劳方面都有所改善。许多人认为是正常老化的那种昏神、被掏空的感觉，通常在大脑能量代谢恢复后会有所改善。脂肪减少是接随之而来的。更多的肌肉提高了基础代谢率，更多的能量意味着更多的活动。较少的发炎意味着更好的胰岛素敏感度。肌酸不强迫脂肪减少，它移除了阻碍脂肪减少的刹车。企业安全性是营养科学中最强的之一。长期研究甚至跨越数十年，显示对健康个体的肾脏、肝脏或心脏没有危害。关于肌酸危险的迷思来自于误解，而非数据。不需要填充期，不需要循环使用，也不复杂，只需每天1次5公克混合在水茶中，或随最大的一餐服用。温热的液体有助于溶解，持续性比时间点更重要。如果之前的化合物减少了发炎，改善了睡眠，滋养了细胞并重建了结构，那么肌酸就是让这一切得以巩固的扩大器。它不会让您变年轻，它让您的身体记起该如何运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力量会回归，不是猛烈的，而是可靠的。最后的总结，改变由内而外老化的5公克法则。如果今天我们涵盖的所有内容中有一个贯穿的真理，那就是老化不是因为缺乏努力，而是因为失去了生物知识。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之所以感到力不从心，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没动力或做错了事。他们在挣扎，是因为发炎悄悄地保持开启状态，肌肉修复减慢，睡眠变浅，细胞能量逐年下降，而这一切都没有明显的警讯。这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多么微小。跨越数十项研究，不同的化合物，不同的族群，一个模式不断重复，只要化合物正确持续使用，每天5公克足以平息发炎，恢复肌肉讯号，改善恢复并重新点燃能量。我们介绍的这5种成分各司其职。一种减少发炎，让身体可以停止防御并开始重建；一种加深睡眠，让修复荷尔蒙能进行工作；一种为细胞提供高密度营养，而不造成消化负担；一种恢复关节、皮肤和肌肉的结构支撑；而最后一种，也是最被误解的，恢复细胞层面的能量，让肌肉和大脑能按照设计的方式运作。这一切都不需要极端的锻炼，不需要限制性的饮食，也不会在一夜之间生效。这不是一种骇客技巧，这是生物协同作用。当发炎首先下降，脂肪减少就成为可能；当睡眠改善，肌肉修复加速；当细胞再次拥有能量，力量自然回归。这就是为什么遵循这种方法的人常说同样的话：我没有强迫改变，是我的身体开始再次回应了。这就是不老活力的核心，不是追逐年轻，不是与身体对抗，而是移除老化
悄悄设置的障碍。轮到您了，让我们互相学习。如果您愿意分享，请告诉我们您今年几岁，您是在哪里收看。当我们一起学习时，这个社群会变得更强大。您的经验可能会帮助其他人避免多年的挫折。如果这段内容帮助您了解为什么您的身体不再像过去那样反应，请将它分享给您关心的人。有时候，一个清晰的观念足以改变人生的轨迹。如果您想要更多基于研究、冷静且实用的强健老化指导，欢迎订阅并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不追逐潮流，我们遵循生物学。直到下次，请保重您的身体。不是透过做更多，而是透过给予他更好的支持。